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6月11早起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5日进前，伫新北市的淡水，有交通船的业者通报讲去弄到一只船，结果海巡一个查发现讲是一个60岁的中国人，伊讲家己就是为着自由对福州偷渡过来台湾。目前这个人已经被警方甲铐起来，这嘛是头一摆有中国人是对淡水河偷渡过来台湾。在冲起船桥海巡查落，中国一个查甫人偷渡，互人撞着，发现一艘大陆橡皮艇。对岸原来有人用手告船啊，互咱抓着。中国一个人士想要偷渡来台湾，较早大部分拢为金门，这个头一届发现是家己一个人偷渡为淡水河入境。互人抓到双手铐条的，这个60岁姓黄的偷渡客，伊为福建出发，驶船啊渡海来台湾。坐到早起11点外，到码头了后，弄到交通船，业者同步通报，海巡才伫码头抓到人。后头啊，他开主干那个头了，把他撞了，打这个点了，海巡就来了，海巡就看了。中国籍偷渡客冒险走来台湾，讲互人政治迫害，想要投奔自由。详细的目的爱搁进一步调查。海巡是讲，船伫外海时阵已经有专田监控，移送检方了后，人裁定收容。专案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定罪嫌侦办。当场逮捕1名陆籍人士，并扣留1艘陆籍小船。本署人员完成笔录制作，并移送地检署，由检察官裁定收容。虽然海巡讲伫淡水外6海里早就密切掌握，毋过比起较早监测模式，若是进入12海里，马上有动作。即个发现个人了后，无派船海上查查，到底是考虑啥物？万一船无挨着，目的地伫倒，是毋是会当掠着人？专案的疑点甲质疑，可能拢需要查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一桩意外消息，这是海巡署的东部分署有一个姓黄的阿兵哥，伫咧洗身躯的时阵，熊熊哀一声，在附近的人赶紧走过去甲看，才发现讲伊敢若就是去互电着人倒伫咧涂骹。加在经过抢救了后，已经恢复喘气甲心跳，也毋过这个昏迷指数也是真低。目前海巡分署已经甲现场甲封起来，会进一步过来调查。伫吹昨暗7点外，一台救护车驶来海巡署东部分署，因为接到报案，有一位姓黄的志愿役士兵伫洗身躯时阵，突然间喊一声真大声，就倒伫涂骹袂起来。患者就躺在浴室，然后现场有人帮他做 CPR， 然后我们就把他拖出来到一个相对安全区域，然后再执行我们的救护流程。救护人员到位时阵，发现姓黄的志愿役士兵胸坎敢有去电着的分量，不过看四周边现场并无可疑的电器产品或者是电线。经过抢救了，已经恢复喘气心跳，送到台东的马街边抢救。虽然这么生命现象稳定，不过昏迷指数真低，唔知影人。中间我们有帮他做 AED 的电击，那他有电击之后持续 CPR， 他就有恢复生命迹象。他昏迷指数很低吗？就是无意识的状态。伫咧宿舍液经洗身躯，为什么去电着？详细情形也来调查了解。东部分署先甲司法现场封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中昼的时阵，有一对姓周的兄弟去报案，讲为着要救一只狗仔，结果人煞卡伫咧侦查要4公尺的布环边。中立的警方就随派人去甲协助，也总算顺利将2个人救起来。警察甲楼梯搬来，存的布环卡要救人。这2个兄弟顺着楼梯总算爬起来，好佳在2个人拢无受伤。这2个20几岁兄弟下昼带狗出门去散步，无想到讲行到一半，狗山跳落去布环卡，为着要救狗，2个人一着急也底跳落去，结果狗是救着啊，不过伫布环卡山爬袂起来，只好打电话请警察来救。因为迄当阵因也无法度确定家己伫咧倒位，附近的派出所就出动所有的警力，沿着新瓜溪布环边找人。伫15分钟内就找到2个人，搬一支楼梯，甲狗甲2个兄弟救起来。好佳在人甲狗拢无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中华有一个查甫人去国小咧运动的时阵，人是熊熊昏去，无喘气甲心跳。加在这边啊，都有 AED 的急救设备，现场的其他人还阁会晓 CPR， 所以成功甲伊的命救倒转来。
一群人当伫咧国小球场拍球，煞雄雄有一个穿白衫的查甫人昏去，现就倒伫涂骹。这规站的过程拢互监视器翕到。国立在休第二天，彰化市某一间国小就传出讲有一个47岁查甫人运动到一半无喘气心跳，现场救救全部拢围过来开始救人。雄雄看到人倒了，迄运动可能是伤过度的款，拄啊好，一群球友，一群球友转紧去甲急救，可能有做人工呼吸的款。现场救救先是摕学校内底 AED 来甲电，佮来照上局线顶指导甲做 CPR， 救护车接到通报，7分钟随赶到现场，准备要将送去彰化寿团病院。差不多就车2分钟了后，这患者人都已经醒起来，可以当甲边啊因太太来讲话。拜托民众帮忙搬运上担架，然后实施正压辅助呼吸至救护车上，然后于车上改换侧装氧后送往彰化秀传医院，然后途中约2分钟，患者好像就开始有意识要拨走那个脸上的 MBU 面罩。救护人员表示，咱人若是袂当喘气，咱的大脑4到6分钟之内，嘛开始无气。民众第一时间甲急救，就是活命的关键。因这查甫人送到病院了后，嘛已经平安无大碍。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继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无落雨的时阵，这天气是真翕热。咱做回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高温是伫30度到34度左右，未来这一礼拜拢会是这款的天气。提醒大家，若出门在外，就要加补充水分。另外，也因为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规工可能拢会落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伫中部甲苗栗嘛是同款的天气，其他的所在拢是侪云好天。过昼会有局部性的这个雷公雨，也若南部地区也有各地山区，这雨会较明显。而且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要来关心的是中环的便道17.3公里崩坑这节，因为落雨，原本是有崩山的灾情，这公路局伫昨下晡已经赶紧来拍通。原本的行程有去牵到这的车辆，也伫昨下晡1点20分的时阵安全通过。今天早上10号在清理便道的时候，还是有持续落石的现象，所以进度比较缓慢一些。直到1点20分才清通完毕。公务段随即放行我们12点班次的车辆，公务段会在陆续的密切观察相关边坡的安全状况。公路局表示，在5日之前，便道有崩山去缀着崩坑，所以就随封路，一直到昨透早的时阵，这现场也是一直有土石落下来，即马已经恢复通行，会派人随时去现场，随时来监控。另外，咱要来看基隆第2线的调景公园，伫6月初的时阵发生崩山的意外，公路局已经伫昨下晡拍通啊。过来是会继续针对山壁来做稳固的工程，嘛会安排一寡人员来继续监控，防止意外搁再来发生。工作人员将封锁线铁路车站下昼2点1到，袂少车陆续驶入原本的管制区，慢慢往调景公园驶去。这是基隆市北宁路第2线70公里的所在，车山下昼无有警线帮，造成2位民众受伤，甲双向道路受阻碍。经过公路局甲基隆市政府联谊的抢修，伫车站下昼2点提前正式通车。主要是把上面的围石全部刷坡刷下来，我们也用混凝土方块来做3层的堆叠，来进行一个防护。因为这件意外达到大约1500平方公尺，原本青零零的山壁即马凸一大堆。公路局伫瓦山坡路边放南马空格，佮设置6公尺的缓冲区，也安排人力监看，以防万一。不过民众也是有淡薄烦恼。那的石头断掉了，应该还会再下来。没有树木挡住，其实有点担心呐。清理土石的状况，进度很顺利哈。下午2点，我们就会先开放通行，这边的速限也要维持这个25公里时速的速限。超过5日节连假，只会当免叫做修理的4块尾摊上点头，是5忙通车了后，会当重新带来上机。可能到下个礼拜应该会好一点。对啊，刚通车有些不大敢进来。平常日本来就人比较少，可能要礼拜天啊，假日啊。
基隆市府也提出调警海原则等多项进行方案，要来减少店家因为突发事件所带来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要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回来关心报纸的重点。中国时报403大地震对花莲造成观光的冲击，交通部推出大梅补贴，也毋过在5日节过去啊，花莲平均的订房率差不多12%尔，台东是30%。业者就正烦恼讲，这7、8月份歇热的时阵，观光要是救袂起来，无定比新冠疫情期间要搁较严重。自由时报，健保署上紧伫8月份会推出病院版本的加医计划，甲较稳定的慢性病的病人转去地区型的病院，对医疗的分级有帮助。基层的医师也支持这项计划，也毋过呼吁政府要爱搁再增加健康的投资。联合报。根据统计，2017年到2020年，国内18岁男性的身高平均是172.1公分，比前4档要搁较减1.2公分。也若女性平均是161.2公分，增加半公分。专家就分析讲，这国小甲国中的学生，查甫比查某要搁较大颗，所以判断这可能就是影响男性身高的原因之一。另外，咱上北市伫去年的时阵有超过5000件脚踏车的交通事故，其中这上侪就是违规骑伫人行道甲过路线的顶悬。有民众就反映讲，这就是因为骑伫路面颠倒危险，所以毋才会骑起哩到人行道。台北市是表示讲，这目前脚踏车道下当画拢总画啊，所以目前会搁继续想办法来增加。车顶道机车直直骑一台脚踏车向正并侧，弄到后边骑士。用牵的，人行道请用牵的。有真侪学生骑U-bike骑去人行道，马上被阻止。脚踏车违规罪，敢若是上北市脚踏车事故，去年超过5000件，比去年较侪。今年又造成800人伤亡。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民众往往都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才会惊觉自己可能会有违规行驶人行道、斑马线或是穿越道路等肇事责任。路红灯骑电倒向，骑伫顶仔卡人行道，甚至骑去斑马线，拢是警方常常看到的违规行为。啊，毋过要安怎行才是合法的？除非人行道有规划专用道，或者是有告示牌啊，开放人车用道。啊，若无爱骑外侧车道、斑马线，可能用脚的免骑，或者是两大道法。违规若轻的是宽道，严重应依法开罚相关惩治。是那种要带转的机车，那我可能要直行，然后他们就直接这样右转从我前面 A 过去，然后我也会担心说汽车会不会有死角，没看到我，或者是大货车，我都不敢骑在大货车后面。我大概都是骑楼啦，嘿。可是那你知道说这个到底有没有违法？我不知道若毋对，可能对法规无解熟。有民众表示，有照规定骑车，啊毋过骑伫车道，骑车来去，对安全有顾虑。第一个是希望说慢车道可以有合理的划设，那第二个也是希望说我们的单车道的整体的比例可以再上升。监光道路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我能够做人车共道的，我大概都做，不可能贸然去增加它作为人车共道，因为这样子确实会压缩行人的行走的空间。脚踏车骑车道甲汽车前道，特别是高工处承认，即卖情形确实有拄着，啊毋过沿线的专用道拢用设啦，即卖别个增加，可能等到有人行道拓宽过来评估增加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民众拢会当发现讲，即马这红仔机的店是开甲满4格，有的是24点钟拢无休困，而且这音乐佮放甲大声，影响到社区的清静。台北市环保局就讲，这去年接到超过50件的定情案，拍算要来严格规范，只要是超过暗时10点，佮咧制作噪音，上当就会罚3万块。到底音乐啊，无管是刷叮当音乐嘅物件，甚至结束的时，拢无任何音乐也是音效。店内期待会当讲拢无声音，其实这间店真正防投诉，暗时啊有噪音妨害安宁。期待上有缘打着看到单，附近有居民认为也算好，袂伤差。之前我看这里早上任何一次都没有声音过啊。那你觉得夹娃娃没有声音，这样夹起来会好玩吗？还 OK。当地里长也表示，无接过定情，也毋过边啊也有一间店是维持播音乐，而且听音量也无大。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去年接到53件民众陈情娃娃机店扰乱安宁，今年到5月要16件，目前已经证定主题区夜间时段禁止播放音乐妨害安宁，加上新采法基准，暗时10点到加长工早起8点，那制造噪音扰民会将当处罚。现在呢，又有发现到娃娃机陆续有扩大往我们巷道内来设店，很容易在深夜会影响到我们住宅区民众的安宁。我们不但会开罚，而且会从重处罚，6千以上到3万元以下。一般噪音违规3000开罚，要不过若伫暗时违规，主题区有直接罚的行为，商业区是牛切监视超标。采罚为6000起跳，几时店家只要调降音量，也是暗时无营业，都会当改善。要不过有娃娃机业者表示，已经将声音调成无声，下方真正暗时有噪音，也袂当排除是人客咧讲机台，也是市开关有用难造成的。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上新的消息，这是联合国安理会针对以哈冲突来投票，通过美国推动的随停火而且释放人质的计划草案。这比方是表示讲，以色列已经同意，那阵哈马斯也同意，安尼今仔日就会当随停战啊。哈马斯是表示欢迎这项计划，也毋过以色列强调讲，这草案讲的只是部分尔，消灭哈马斯才是因上主要的目标。14 votes in favor, 0 votes against, 1 abstention. The draft resolution has been adopted as Resolution 2735. 伫美国呼吁支持以下立刻停火并且释放人质的计划草案表决通过，弃权的一席是俄罗斯。Today, this council sent a clear message to Hamas: accept the ceasefire deal on the table. Israel has already agreed to this deal, and the fighting could stop today if Hamas would do the same. 不过代志也是有无确定性。哈马斯对安理会表决表示欢迎，不过坚持任何停火协议，让必须保证是永久终结战争。不过这点以色列是歪扭波。伫投票了，以色列重申，这项草案只敢就相关计划提出部分内容，因坚持伫咧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加管理能力进程，任何所谓的永久停火言论，拢无讲实际。Just as President Biden stated on May 31st, Hamas must not stay in power. Israel will not let Hamas rearm or regroup. Time has come for this council to finally hold Hamas accountable. To this day, Hamas continues firing rockets at Israeli towns and cities. 这项由美国发起总统拜登5月31日宣布的提议，主要是希望各方立刻无条件全面贯彻相关条款。美国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在此进程把各路边阻挡联合国的加沙停火草案，而受到严厉批评。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以色列内阁部长简茨伫6月初9的时阵辞职，伊讲就是因为总理纳坦雅胡一直拢无要批准以哈的战后计划，伊嘛呼吁爱来解散国会，提早选举来避免造成社会对立。以色列军方救出来人质出现的时阵，现场是一阵欢喜化休。以色列伫初8救出互绑票8个月的4名人质。除了3位男性，包含互哈马斯以机车劫走的26岁女性阿加马尼，伊互救出来了后，伊的老爸是一路陪伴。4位人质当伫以色列雷马干谢巴病院，院外拢是庆祝的民众，迎接人质回来。同时间，互以色列空袭甲炮火攻击的巴勒斯坦中部的难民营，却传出大量死伤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指出，至少有274个人死去，包含查某人、囡仔甲人质，另外将近700人受伤。以色列甲即届的救援行动看作是胜利，不过国内政坛煞伫初9传出人事的大调动。立场温和的64岁战时内阁部长简茨宣布辞职，理由是总理纳坦雅胡一直唔批准以哈战争的战后计划。伊也呼吁政府应该为2023年10月初7的人质凄惨事件负责，提前解散国会举行大选，避免国内的民意分裂。נתניהו מונע מאיתנו להתקדם לניצחון האמיתי שהוא ההצדקה למחיר הכואב והמתמשך.
政治分析家指出，减持的时机加减会影响到以下最近停火协议的结果，也对纳坦雅胡造成部分的压力。And with him gone, it sort of tugs all the decisions to the right and to the more extreme. If the United States uses that to their advantage, there's an opportunity to pressure Netanyahu. If you want power, if you want to keep your coalition, you need to make some concessions. 减持是纳坦雅胡伫政坛的主要对手。上新的民调显示，超过纳坦雅胡。目前暂时的内阁有决策权力的，还有国防部长贾兰特。外界分析未来纳坦雅胡政府的立场会变更较极端偏右派。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欧洲议会选举目前看起来，这极右派的政党即届声势是袂歹。伫法国这边，总统马克宏伊家己的中间派联盟，即届嘛是输予极右派的国民联盟。为着要来打击对手，所以马克宏是宣布解散国会，提早伫6月底大选。5年一摆的欧洲议会选举，初九结束投票，初步结果显示，法国总统马克宏的中央联盟政党大失败，得票率干那极右派国民联盟的一半。马克宏虽宣布解散国会，提前伫6月3日举行大选。第二轮的投票定伫7月初7，也就是巴黎奥运7月2日开始进行。法国会经过一场政治的大地震。Cette décision est grave, lourde, mais c'est avant tout un acte de confiance. Confiance en vous, mes chers compatriotes, en la capacité du peuple français à faire le choix le plus juste pour lui-même et pour l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Confiance en notre démocratie. 由马林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以超过30%的得票率大赢马克宏领导的联盟，伊也正做2027年总统大选当中马克宏上大的对手。也拿5年进前就已经出头，大力主张反移民。今年干那28岁国民联盟政治的新人巴尔德拉，初九也强调，法国已经在靠改变的风。Ce soir, un vent d'espérance s'est levé sur la France, et il ne fait que commencer. 今年会选出720名欧洲议会议员，席次按成员国的人口最少来决定。德国上侪占96席，法国也有81席。不过，这两国的极右派拢成果袂歹。也拿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极右派意大利兄弟党，也伫选举当中领先。比利时初九举行欧洲议会甲国会，还有地方的3合一选举。总理德克鲁所领导的政党，伫即届互左右派双头小的情形之下，敢若摕到7%的选票，也互伊伫地数的时流目屎。总体来看，即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派犹原是领先，不过也袂当轻视左右派极端势力成长的事实。也若欧洲整体拢咧向右派咧起。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已经得到中央派的支持，伊安尼按算会得到新的5年任期。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南韩有超过2000年历史的。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款的大代志？咱做回来看世界。非洲国家马拉维发布声明，讲一台载副总统甲其他9个人的军方的飞行机为首都起飞了后，就伫咧雷达消失去，目前还无通联络到这架飞行机。总统查奎拉是下令展开搜救行动。美国甲沙烏地阿拉伯表示讲，因要签共同防御条约，希望讲会当推动沙国甲以色列来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也毋过，这个敢会当成功，就要看以色列敢愿意承认巴勒斯坦建国。俄乌战争也被拍煞，中国对印太地区的威胁也无断过。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讲，这美国有能力也有资源，会当同时来应对2个区域的挑战。伊也讲，爱互普丁知影讲，这烧战付出的代价会比其他的利益要搁较悬。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73岁印度总理莫迪选赢要做第3任，咱的总统赖清德也刊文加恭喜，莫迪嘛有亲身来回应，讲要和台湾来深化合作，这是搁在引起中国的抗议，也毋过嘛颠倒，互印度的政治界甲学术界，大家拢大声表示讲要绝对挺台湾。73岁印度总理莫迪顶一日大选选赢，成功连任，初九正式宣誓就职，展开伊第3个5年任期。मैं नरेंद्र दामोदर दास मोदी
ईश्वर की शपथ लेता हूं कि मैं विधि द्वारा स्थापित भारत के संविधान के प्रति सच्ची श्रद्धा और निष्ठा रखूंगा।我国驻印度代表葛宝轩大使已于第一时间代表我国政府与人民向莫迪总理表达诚挚祝贺，并转达赖清德总统致莫迪总理的贺电。总统赖清德除了打电话甲伊恭喜，嘛伫咧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希望印度政府持续扩大甲台湾伫咧经贸、科技等等领域的合作，深化台湾甲印度的关系。莫迪嘛随回应讲，期待双方的合作会当更加大擘。不过，这个举动是搁一届互中国丢卡断地，向印度提出交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无公开甲伊祝贺。中国外交部初5发文甲伊恭喜，不过印度外交部是3天后才回应，而且强调会伫咧互相尊重、共同利益、甲互相了解对方要义的等等的前提之下，推动印中关系正常化。来自印度8年的特派记者尤志明分析，相关的活动会当看到台湾、印度甲中国3方关系变化。可以看得出来，中印的关系，无论是在边界或者是在整体的区域的竞争，其实都是越来越白热化的。那这时候，台湾的角色就会变得很微妙，在经济上面的软实力，最后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硬实力。这个是台湾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的强国有很好的互动的机会。印度的政界甲学界嘛，趁这个机会发声，甲台湾斗相挺。尤志明讲，最近这几年来，台湾伫印度受到讨论的机会增加。除了印度徛起全球供应链重组等等的因素，印度对抗中国的态度愈来愈明显，现在是正是增加台湾印度交流的好时机。记者综合报道。昨是5日，这总统赖清德去到新竹和新住民做伙来包外国葬，感谢这些人对台湾的贡献。也那赖清德嘛保证讲，一定会继续来照顾台湾的新住民。过去这一天，总统赖清德发布进前去新竹县新城社会影片，甲来自各国的新住民朋友欢庆佳节，佮亲亲动手包新住民的故乡葬。大概用1个半的汤匙的糯米，随着这个芭蕉叶呢，给它铺平，这样铺平。我还有个小皮带。报告，总统完成了，各位。全到。对，然后按一按。体验包越南县葬、加马来西亚娘子葬，佮去参观社区，关心老大人承诺继续照顾新住民伫台湾的生活。当然，你们来到台湾，对台湾社会所做的贡献，我都很感谢大家。那我现在当总统啊，我一定会好好做，好照顾每一个同学。年假期花莲民众党主席郭文天在当地拨开环球站，佮请民众收听党博观光。还有吃什么都好吃的，这个平常有什么南部粽、北部粽，不过今年我们到花莲来，那就挺这个东部粽。台北市长蒋万安抛出趣味影片，拍开冰箱拢是粽，问什人的到冰箱也是真热热，所以这个月菜色拢准备好啊。台中市长罗秀燕挑战蒙切各地的环境酱，要找出甲粽上到大口味。These are alkaline rice dumplings served with ice. We also eat it with honey or sugar. 你看加，赞。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把握机会，用英文向外籍编辑介绍网架有名的机藏兵宣传上赞的台湾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会这款法案三读通过，即马立法院有调查权，那也即马就咧话讲要来查疫情的快筛，也佮有机能采购的问题。也那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伊是搁再招6个南北赢的立委来投，讲若准这个福议无过关，绝对会提出实现。立法院进行三读通过国会这款法案，互立法院调查权，国民党评估上紧伫7月应行使，可能会先锁定消除技能案。按过安怎行使，那也无共款的声音。检察官出现立会各种现主张比较，检察官办案模式，涉嫌机密文书不宜公开。洪小玲提出设立立法院调查官，怎么样让调查权更周延？其实各委员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们也会在之后的党团大会再凝聚共识，但短期之内要再做2次
修法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洪明凯强调，已经准备好要彻底调查新冠疫苗、新冠快筛、光电、证考技能等民生议题备案。行政院初六对国会这款手法提出复议，民进党团宣立行政院，暗过后院表决释出苏纳贝，中条挂革民的网络节目各后调6个阿伯立委都向民进党。我在征求6壮士嘛，而且这个是。6壮士啊，6个英雄啊，历史桂冠会给他们的，这个秒杀的，赶快来报名哈。那假如要请你起义来归也可以的。我们还是团进团出啊，我们不会有什么变动。郭建民表示，按算11定数委员会会排定什么时阵处理复期限，立院专议委员会审查时阵会邀请行政院长杜正泰列席说明，各规定法院会投票，复议无过，但总统签署法案而且生效了后，民进党团甲行政院一定会提出释宪，会各会提出释宪文，各同时提出暂时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最近3冬在台湾查某官兵的比例已经渐渐提悬到尾瓦17%，即马差不多是28000人左右。因的军阶嘛愈做愈悬，伫3冬前是敢若有2个查某的少将，到即马已经有1个中将、3个少将。大声发出国军赞！2022年底，陈玉麟进任国军史上第1位女中将，正做是苏当时上显目的重点。因那国军女性比例继续增加，国防部上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初女性官兵的比例是16.9%，比3年前的15.6%提悬1.3%。估算即马女性军人的总数大约是28000人。现在的战争是属于新形态的战争。它已经不是比拳头，女性其实在各个方面都不会比男性来的觉得在国军的任务上面是比较差的。军中里面应该要男女平权，该要适才适用，唯才适用，那就是国际的战略，也国际的智慧。由海空3军的女性人数比例拢有增加的趋势，其中比例上悬的空军比例已经达到20.5%，而且唔但人数比例增加，女性伫军中的阶级也渐渐升悬。上校以上的高阶军官的女性比例，3年前是4.9%，即马是5.7%。以女将人数来看，3年前有2位现役的女少将，即马是1位中将、3位少将。在兵科或者是技术军种部分，比如说狙击兵，需要这种长期的耐力，都可以让女性的官士兵发挥她的所长。学者分析，除了性别平等的意识增加，肯定女性正做人力资源力量已经是国际的趋势。亲像挪威、以色列、中国拢有强制或者是开放女性来做兵，而且部分的技术兵女性较高，做幼路的，有耐性等等的能力，更加符合任务的需求。国军继续强化战力，不过中国有关对台湾军事施压。国防部公布24点钟内侦测到中国的军机9架次、7架次的中国军舰伫台海的四边活动，其中5架次的中国军机超过海峡中线，国军继续严密监控甲应对。记者综合报道。国家语言法典法修正了后，即马国中甲高中的本土语言课，对111学年度开始就变做是必修课。也毋过，即个欠师资也是一项大问题。以云林来看，虽然讲是有超过6成的台语人口，也毋过到今也是有4间国中是找无台语老师，所以学生干那会当伫个网络来上台语课。普遍人认为讲，中南部较侪人讲台语，台语老师应该嘛会较好找。根据109年人口甲主题调查，云林有超过6成的人口主要是咧讲台语。不过因敢真正无欠台语老师，即马记者来到云林的各国中，咱来看因上课实际状况。老师带学生练课文、学写汉字、练罗马拼音。经过国中是云林算大间的学校，1年甲2年的台语课，即马是交2个老师来上。教务主任讲，学校的台语师资目前拄好有够动，不过若要支援北京学校的台语课，就正经无够卡手。这些老师伊本身有
几啊种专长，靠我甜无法度过去别个学校去支援安尼。云林县教育处表示，原来公司入高中拢总42间，但经高中的台语老师爱有2人到3人，理想的台语师资总数大约703人。虽然全县高中老师目前有35人下资格会当教台语，不过其中包含校长甲行政。考入拜课的规定，实际教学人数仅26人，另外代理甲兼任的教师27人，教学支援人员13人，台语师资有关欠37人。全港学校请无台语老师，会当甲别间学校合并，不过偏向路途遥远，学校若细间，班级数无济，老师就要走几哪间学校，真费时间。变讲老师较无爱点装脚架册，互学校想要合并老师，就真好请。支援老师因为感觉讲来高中来做这个教学，其实因为淡薄压力啦，较有意愿来去学习。拢请无咯，老师拢无法度来阮学校教，因为遮搭属于偏远。考学的义务高中，就是因为请无台语老师，只好申請直播强學上台語課。你講阿爸跟線定的那個線定就是線上的意思。學生看用無配合白板，遐老師佇線頂教台語。雖然教育處針對直播強學有提供相關設備，不過偏向網絡無遐好。採訪迄天，義務高中就因為落大水雨，網絡斷6、7擺，落尾無法度佇線頂上台語課，只好是教導主任帶學生念課文。直播強學上課的品質比較起來較無穩定。應該老師上課還是電腦上課？老師咧教師上課，伊用電腦的時陣網絡無好。好，第4條跟第8條都是入聲字哈，然後第8條。根據雲林縣教育處的資料，112學年度用直播強校上台語課，目前有4間高中攏是海線偏向學校。針對偏向師資分布無平均，老師跨校合併意願閣無懸。教育處表示，建立平台整合能力，嘛繼續推動台語師資培訓，按算4檔至5檔學會報好教，要佇上短的時間內達到台語師資穩定的目標。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清華大學的教授劉英成，伊將愛爾蘭的小說《都被林人》翻作是台語的版本。伊毋望講咱的台語冊袂當干那有囡仔冊爾，嘛愛有一寡世界文學甲經典通好讀。愛爾蘭文學家 James Joyce 的作品《都被林人》是世界文學的經典之一。清華大學教授劉英成即馬是將伊翻做台文版來出版。伊認為，雖然台灣這幾年台文的世界文學翻譯袂少，但是較濟內容是互囡仔、青少年看的。也毋過大人嘛有讀台文的需求，所以伊選擇 Joyce 這本講小市民心內故事的冊，望增加台語翻譯冊的多元性。我專工想要揀一本大人看的。因為咱較早攏揀一寡青少年看嘛，但是咱要學台語的毋單囡仔人，對無？咱嘛是有大人你囡仔你將來嘛會大漢對無？所以咱袂當無即個大人看。劉英成講，伊細漢的時陣，伊的媽媽就捌用台語念海明威的作品互聽。迄個時陣，伊才讀幼兒園，透過台語嘛是會當了解故事，所以伊認為語言會當講萬事萬項，自然用佇咧生活中就袂感覺奇怪。我媽媽當然嘛袂互人質疑講即個世界文學你哪會用台語講互你囡仔聽？無人會去質疑即點。但是阮都足自然嘛，囡仔想要知影我咧看什麼小說，我就講互伊聽。阮細漢猶閣有聽別個時代講別個故事嘛有啊，什麼三隻豬鵝嘛有啊，嘛有人講啊。這本《都被林人》是劉英成頭一本的台文翻譯，但伊講伊是佇2021年才開始家己學台文語。伊認為所有語言的現代化攏需要經過外國文學翻譯這關，台語嘛同款。伊希望未來台語翻譯的世界文學作品會當愈來愈濟，內容嘛會當閣較多元。記者柯選、謝桂林台北報道。昨5日在台中南屯的萬和宮是辦全國唯一的清茶架雜拉里的活動，今年有超過1200個人來參加。另外，這廟方嘛有傳在地點心，讓大家會當免費享用，食飽閣會當去養護溪水來保平安。清茶架大聲站頭卡，台中市政府佇南屯萬和宮前舉辦清茶架站拉里的活動，超過1000人大聲採架，也有4個人目鏡趣味比賽，民眾佇大日頭卡熱情參與。
要同心协力了，大家都同一个脚才可以玩下去了，要不然都会摔跤。在地人，我做囡仔就来参与啊，所以我这届是第10年，我以公职来讲是来10届啊，所以阮这是以厝的做喜事的心情来参与的。青沙家站拉力庆端午是台中南屯当地特别的民俗活动。2008年就登录做台中市民俗类文化资产，逐年吸引上千人参加。主要是在地长辈讲，早年农业社会的南屯是一个拉力县，希望透过穿目镜站脱开声，叫醒得困的拉力，替农地翻途，有祈求五谷丰收的意思。早期啊，有祈祷说这边是一个拉力县啊。利用端午的时候，把那个拉力把它吵醒，那就对我们的在地的那个丰收的一个的帮助这样子。台中市文化局就把这个民俗活动登录为我们台中市的无形文化资产，那所以它现在是变成一个我们南屯区公所、民政局共同举办年度庆端午的活动。市政府初步估计，今年参加活动的人数超过1200人。另外，宫庙原有提供在地出产的特色美食麻薏汤，让民众吃了后清凉退火，度过台中才有的5日节嘉年华会。记者综合报道。洗五溪水无肥嘛会水，人讲这五溪水是有辟邪甲镇煞的功能。伫台南新化宝成大帝庙，就有一口要封买半世纪的100年的古井，昨五溪一个教堂在拍开，让民众会当来舀水，求一个平安好彩头。台南新化宝成大帝庙，庙顶人是排甲热热长，这民众摕空管啊，担要伫五溪水求一个好彩头。这10公升的水倒来，倒来吼，因为这会当迄个健身身体健康。比方甲香炉摆成八卦形，拿念咒语，当午时一到，要甲这口将近从半世纪的井重新拍开。其实这口井伫建庙时就有，到今有400年历史。比方指出，当时因为庙体整修，惊安全问题，佮加上水道水普遍化，尾手甲封起来。今年2年，加上古井嘛伫庙的两边，因头改开放给民众来使用。信众吼。有要甲咱庙人来建议讲是讲吼，咱会当来出迄个5溪水个安尼，吼啊有甲大家讲请示来讲可以啦，讲会使安尼。讲50几年啊，迄阵啊政府讲这个大家的水。重金属啦吼，迄阵才开始家当无伫使用啊。民间风俗5日节即天中昼11点到1点，这段时间的水叫5溪水，其中嘛有流传袂少相关的俗言。像讲古早人讲5溪水洗目睭，金柑仔乌手，也是洗5溪水无肥卖水。佮有一句是5溪水啉一喙，较好保养食3年。每一句背后有无共意涵，时代改变已经无建议摕来啉。咱的风俗内底个讲，咱这真有疗效，所以讲5溪水洗目睭，会当金柑目睭拿乌手。过去物资欠缺，所以讲会当食有3顿饱，就足无简单啊，哪个食甲会肥？啊，所以讲5溪水这等于是讲上天的温数，讲会当辟邪。会当镇煞。估计这有一个习俗，那清代时期的台湾人因是安怎过的？经过清乾隆28年台湾府志内底记载，估计这除了会摕稻管伫厝4颗位仔分，嘛会伫门斗插杏草，另外嘛会互相送西瓜甲肉粽来庆祝。透过俗言甲文献记录，也互大家知影古早人是安怎过5日节的。记者孙台南采访报道。国立节嘛爱来食粽白灵船，国立科学教育馆嘛举办陆上的灵船走馆的活动，结合传统民俗甲科学，现场嘛同款是闹热滚滚。3、2、1，Go！主持人话开始，3组家庭摕着灵船向前出发，但毋若比速度，参赛者中爱阁停落来算游戏。这是国立科学教育馆的5日节活动，主办单位讲，这游戏其实拢甲科学的原理有关系。像第一关，阮是游迄个三门坡嘛。那其实三门坡毋是遮简单就用游会起来，因为甲咱上笨的无看，你用游的时阵，你就要游出一定的弧度，伊才有法度把迄个坡造出来，所以这甲表面张力有关系。另外，传说讲5日节等粽入去河内底，是为着保护屈原，莫互鱼虾食去。科教馆嘛将这个民间传说融合科学游戏，由参加的家庭合作设计装置，透过科学机关的连锁反应，互粽落入去因设计的模型内底。参加的民众认为，安尼活动是真新奇趣味。大概
概这边大概会结合一些物理啊、电学或者是力学的部分，那它让小朋友去共同自由的创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一定要讲到很难的科学原理，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观察，或者让他一些去创造创意的部分，可以让他完成这样子。这次端午节很高兴来到科教馆，然后参加这个连锁反应的活动，因为这也是第一次参加的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新奇有趣，对，然后小朋友也很期待。科教馆讲，过节有传统的风俗，将风俗甲科学知识结合做伙，互亲子同齐来耍，家庭互相合作。因希望透过科学游戏，互传统的节日会当更加趣味。记者柯选夏桂林台北报道。因为我们刚刚是挂在上。乌昂层即马拄好咧大出，台湾今年这上济是会当掠1965栋的乌昂层，到今已经掠9成去啊！所以农业部就公告，对6月12日开始就袂使搁再掠。部分渔民就跳出来批评讲，这船拢已经准备好势，才雄雄来甲通知，根本就袂负欢迎。渔港伫船顶整理渔线顶设备，台湾今年太平洋乌昂层的总渔量配额是1965吨，因为车到累积渔量已经来到配额的9成。农业部近一天发出公告，12日0点开始停止掠乌昂层，但有船长认为通知伤过临时。较换对啦，阮是即摆即偌礼拜，即摆昨昏才收到渔会信息。等到有诶补给好诶，出去外海咧掠啊，袂符合迄个12号进程，袂袂变怎？渔会表示，东港乌昂层身高尾数已经超过4800尾，创15年来新高，嘛因为安尼有配额的问题。但12进前掠的乌昂层，若有向渔业署通报，也是会使入来市场拍卖。多少是会有一点预期性，但是实际上还是要看鱼的新鲜度、鱼的那个品质。新的乌昂层看起来真好食，乌昂层对节都拄着肉粽节连假，吸引真侪游客来东港食乌昂层。面对政府临时通知渔民袂使搁掠，民众看法不同。应该是要有一些配套的措施去补偿或做一些调整。今天冷冻技术那么好，之后还是吃得到。船东店家拢有考奖，但渔业署嘛表示，遵守掠鱼国际规范是所有参与掠太平洋乌昂层国家的义务。掠的配额经过统计，若有剩会使留到明年使用。希望渔民会使配合，维护乌昂层资源永续利用。记者陈焕宇、陈显坤屏东报道。海龟的生态有一个真特殊的现象，就是讲这温度若准超过30度，孵出来的拢会是母的。即马天气遐尔热，这龟缸甲龟母数量就愈差愈侪啊。所以马来西亚动保人员就甲这个卵刷起到较凉的树荫下骹，希望讲会当立刻减轻这款问题。大马的动保志工拍伫沙坡挖出一白一白沙，伊毋是咧耍沙，是有搁较重要任务，就是将牛卵刷到较凉爽的树荫骹。因为研究发现，牛卵上适合孵化的温度是伫摄氏28至30度，只有伫这个跨度间孵出来小海龟，雌雄数量相当，才会当达到性别平衡。不过最近几年，大马东部的热映岛海平面平均温度活30度，海龟做受生卵的海波温度搁较悬，对当地海龟保育工作真不利。Anywhere over 30 degrees Celsius of an average incubation temperature is going to push you into 100% female biased hatchling production. And anywhere closer to 28 and under, you're going to have the opposite effect of a male biased. 研究人员指出，最近受到性影现象的冲击，比小影更较少的天气带着规个大麻。为着确保理想的牛卵孵化状态，才需要安尼费力的为牛卵搬出。镜头专家中东位伫红海北部的亚卡巴湾，去年就出现海胆因为着病大量死亡。动物学家发现，病原体的杀伤力是紧搁猛。造成海胆自落伫短短2天内就消失。这种现象当咧往东南亚甲澳洲大波大的热带水域扩散，未来可能扩及全球。科学家表示，以海藻为食物的海胆是双乌达的保护者，因着像双乌达的挂槽机，会减少依附伫双乌顶的藻类，使双乌会当伫日头之下成长，佮进行光合作用。海胆死亡会使脆弱的双乌达生态更较严重。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再来看日本一个24岁上班。今仔日天气如何？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
南部地区是26度到32度，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外岛地区24度到30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